你知唔知道咧？科學已經證明，你越係咧搏命咧，好想要嘅嘢咧，反而咧係越得唔到，因為你嘅大腦咧正在同你作對。有冇諗過，當你咧不停係咁追問乜嘢時候點樣可以實現，你嘅壓力咧就會爆表，皮質醇咧就會飆升，結果咧你個頭腦咧更加唔清晰，靈感咧亦都會卡住咗。更加差嘅係咧，你陷入咗咧隧道嘅視野，眼前咧只有焦慮，但係咧又睇唔到咧新嘅機會。真正嘅轉折點係乜嘢咧？就係放手。當你咧唔再執着呢個結果，神經系統咧佢就會放鬆，壓力嘅荷爾蒙咧就會下降，大腦咧就會重新咧打開新嘅可能性，洞見人物自然咧咁樣流向你。呢個就係咧點解咧最好嘅嘢，往往咧都係你冇刻意去追求嘅時候咧，反而先至嚟到。所以咧追夢其實好重要嘅，但係咧請你記住咧，如果你專注喺匱乏同埋恐懼裏面，你只會咧吸引更缺少嘅啫。所以咧每一刻去提醒自己，呢一刻嘅你已經足夠啦。如果你想重塑你嘅潛意識，可以留言111預約我哋1對1嘅免費諮詢。